美国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拢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，要求美国的国务院要研究解除台美交往的限制，针对外交、军事等官员的活动来放零限制，率来会交予总统川普来签署开始实施。咱国外交部长林佳龙今仔嘛表示讲，会继续深化台美交流甲合作，特别是伫安全甲经济等方面。 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，要求美国国务院研究解除台美交往的限制，亲像目前外交、军事等等官员活动的红线。因为这个法案5月已经伫咧众议院通过，所来总统川普签署了后，就当生效。在既有的基础上，来深化台美的交流跟合作，特别是在安全、经济、科技跟文化各方面。 川普第一任期，迄当阵的国务卿蓬佩奥就捌废除所有对台湾联络的准则。迄当阵卫生部长阿扎尔来台湾访问，加做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访问台湾层级上悬的官员。拜登上任了后，恢复这个准则，不过嘛有放零台美交流。2023年，迄当阵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，甲外交部长吴钊燮都去 AIT 华盛顿总部，甲美国官员见面。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代志关系日本存亡的言论，互中国丢卡当地。中国阁提出暂停进口日本的海产，加日本施压。针对这点，林佳龙讲，中国用经济威胁别个国家的案例是这个讲袂了。台湾应该伫咧关键的时刻支持日本。请我们国人啊，多去日本旅游，然后多购买日本的产品。 啊，那来表示我们台日的友好。高市早苗首相，因为他的印太战略或他的这个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就是日美安保有事，这个是持续性的，也不是中共单方面啦，可以无限上纲的啦。美国国会报告警示，中国持续提悬拍台湾的能力，可能会为例行性的演习，向转变做实际入侵。 林佳龙讲，台湾会甲自我防卫做好，甲友邦共同来应用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